最公正的审判官。你骗得了别人，却永远骗不了你自己的良心。47点不懂得自爱的人，是没有能力去爱别人的。48点有时候我们要冷静问问自己，我们在追求什么？我们活着为了什么？49点不要因为小小的争执，远离了你至亲的好友，也不要因为小小的怨恨，忘记了别人的大恩。50点感谢上苍我所拥有的，感谢上苍我所没有的。51点凡事能站在别人的角度为他人着想，这个就是慈悲。52点说话不要有攻击性，不要有